好势去创意啊！我毋捌以前就当讲吼，我上介绍人，但是上介绍人毕竟爱拢爱介绍。所以咱今日来到这个文坛，大家上讲诶，大家拢做个个啊，把自己梦想诶人呢，但是你来讲，你今日来到这个当前诶文坛，大家知道是毋是有这个福气，大家好啊知道？你啊看，大家水死，大家共同。要做特别的目标，就是等了他不久就是考啊，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。可是咱重心，这个会员也如果这个机会，得了经验不够，只要把这样的，大家就单单是来高薪打扮，这讲起来讲的足可惜。人的富贵之间拢是会被形成的，但咱这个是从地来国贵富的是伊讲来是佛陀面前康在于甘愿，哦，交代之前红在我，你本身看起来我呀，如何来嘛无是啊，可见咱的人生就是安尼，但是咱的人生嘛。应该是开二啦，哦，就咱这个文字的理解，有这个，我来讲我欠这个我讲，因为你叫我讲好几句哦，我若要叫我讲好几句哦，我来个，因为毕竟咱的内容来一篇，咱才我讲。所以咱第一个题目，我感觉叫我来入道这参与。所以在这个问题，我感觉要立法主导加立项主导，我感觉因为就是这样，开展教会实际上道理很多呀，这通你若一个来教导的，伊若感觉讲伊的声调无够重要，动作无够标准，伊拢话讲建议内底是啊，讲哦加强训练，只要人家达标，这教出来，跟不大，那够重要，像那个我也是重要。所以，你今日若要来做文理，毋是讲来参参处处这一项无来做尔，你拢无够标准。因为在我看到的做文理，我看到，我拢是感觉有标准度甲无标准度之间。因为你电脑嘛是咧看啊，这凊彩做出来啊，哦，这无合标准啊，以早无法。起来咧有问题，属实嘛还袂好诶哦，我做好事了，我一直我就觉得，是安怎人当徛在遮，我袂当徛在遐，我就是敢若讲我有一个好奇心啊，我觉得，我就是拜托这个立法主来讲，考来发科，但是哦，我阵后要考哦，人工考，我偷去，我。对答，我唔知影。自然我走班，我拢无啥吃。太多经验的组长。有咱家上问题，就是讲你一单两单，你就做好势啊。我今日做这个年，做啥拢会做唔好，所以大家忙起的，来做。你若是我老母亲，你嘛是开来做啦。所以你以后不能骗你，爱情对长中高方，我不要改变啦。跟你讲，我说跟他这个有其他人，不应该来摆，
加上我们的对不对？花了调整，所以我加入一个单一的哦，因为要到这边，我觉得大家都这方面，讲说了，那这个里面这个要到这个让这个所以也就是你想知道这种的这样，那你再看看。林组长。刚才在先从来讲，机会是老后新的啦，机会是老后自己做的啦。各位学姐不选择来那个不选择来，我就这个，我们要主张。那大家有行动不如啦，马上行动。好，那再5分钟。一家不好，高标不好，不选好要跟他做一点选，你看他年轻的选选了，那个老师啊，他今年上来会，那个不是特别不对啦，你也上来了，那他老师那个有啥？那他很不习惯，那他很他们习惯不全就了，那老师说我们走啦。那其实我手上讲的地方，这边到了，A 的地方，那下午阳光有光，以下呢，那哪里要到哪里去加工呢？各位学姐看看，那这5天的大片那个要看哦。那我觉得大片1到3家哦，这个20后啊，为什么？10后他不用班。大家家组长哦，我大家都比较亲哦。应该大家自己讲嘞，我们都要大家去讲这个。啊，大家在我下来有那个哦，大家也都是讲不关心。啊，那这个来这个都来的话，我这个我去在，全部都去得都去在，全部来都去讲嘞。我提供的哦，以前嘅出費哦，OK，所以講緊係話，真係本嘅，而家咧，因為咧後嚟咧就講緊大家係咁咯，係2歲嘅嗰啲，好，那個後期或許咧都是以前那個那個講，就啦，大學在哪邊？我們大學嘅分享應該。兒童不宜家培新的啊，所以現在長這樣的。